5月天首登香港啟德體育園開唱阿信特曖昧自爆，開啟一段新戀情。記者黃旭為香港報道，天團5月天昨晚9日起於香港新展演場地一連舉辦4場5525回到那一天巡演，首度於啟德體育園開唱，4天預計吸引18萬名觀眾。阿信直呼來到新的地方，就像開啟一段新的戀情一樣。想到去年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的戶外場，首場不僅遇暴雨淋成落湯雞提早結束，第二場還因大雨導致舞台硬體起火而取消。瑪莎笑說，和大家坐在有空調的體育館內，想到去年下午大雷雨，現在這麼乾爽的地方，感謝香港給我們這麼好的場地。團員們也紛紛回憶起之前在香港開唱的情形，表示每年5月開唱，未登台演出就先熱倒汗流浃背。這次在舒服有空調的場館開唱，冠佑還穿着羊毛大外套演出。和冠佑同使用一間休息室的瑪莎爆料，我有問他今天還是會流汗，你確定要穿羊毛大外套嗎？他就把衣服掀起來，跟我說不行，那個點點會被看到，團員簇擁上去要看冠佑點點。而後阿信又把苗頭指向穿洞洞薄紗襯衫的石頭，研究是否會露點，怪獸走近直接要掀衣服，引起石頭作勢要回掀，兩位吉他手在台上你追我跑互掀衣服，讓瑪莎忍不住笑說，好了啦，都快50歲了，你高中生啊。阿信表示2年前也是在香港演出時，時隔20年再度看見兩位吉他手嗨到脫上衣，拱他們再獻誠意。阿信邊脫外套邊說，是應該好好服務歌迷。竟成粉絲拱脫衣新目標，讓他連忙趕唱下一首歌，相愛相殺互動笑翻全場。5月天成首位登上該場館的華語樂團，首度解鎖香港最新且是全球造價第2貴的場館。5月天精心準備新的驚喜，除了演唱會環牆的 LED 上至體育館的天花板，下至第2舞台的地面投影，每首歌曲都會搭配最酷炫的燈光視訊設計。整座啟德體育館都是5月天的舞台，讓粉絲看到目不暇給，滿滿的細節充滿他們的心意。從剛出道於 Hard Rock Cafe 演出，一步步唱到紅磡體育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，迪士尼到啟德體育園，阿信感性表示，謝謝你們陪我們在風雨中，在雷聲交加中一起走到這裏。也表示也許未來不再有那麼多人想看5月天，不管在哪裏，也許在香港某個街頭茶餐廳，只要還有人願意聽，5月之約就還在，讓台下4.5萬歌迷紛紛熱情尖叫回應。